近年流行 Deepfake 技術，吸引唔少人用手機應用程式換臉影相。但係技術之後咧，亦都可以被不法之徒用嚟合成色情照片或者影片等等㗎。嗱，本港警方話已經接獲第一宗報案啦。Victoria 同埋 Katrina 早前咪想用手機應用程式製作換面影片放上網。3、2、1，係。呢一日佢哋就同我哋分享換面心得。喺手機應用程式入邊撳幾個掣 ，Victoria 即刻變身校園風。呢啲影片應用咗 Deepfake，即係深度偽造技術，效果幾可亂真。佢就唔係好識呢樣嘢嘅，咁咧我就 send 咗個古裝嘅片俾佢，佢就以為我咧拍咗啲咩古裝嘅劇集，佢壓到佢，我覺得好好笑。不過美國有科創公司統計過，網上96%嘅 Deepfake 影片都係未經當事人許可之下合成嘅色情影片。本港立法會9月底通過窺淫罪，涵蓋以 Deepfake 製作嘅私密影像。條例實施不足1個月，警方已經接獲求助。關於有一個25歲嘅女士啦，咁就喺網上平台咧就俾人加做朋友。咁後來咧，佢喺呢個加佢朋友嗰個人嘅帳戶入邊咧，就發現有一張相片。咁個樣咧就係佢自己嘅，而佢個樣咧係被剪接到一個裸體嘅女士嗰度。但如果唔涉及私密影像，例如裸體照片等，窺淫罪就未能夠規管。警方話會考慮相關行為會唔會觸犯其他刑事罪行。外國有一啲例子嘅，咁就係包括啦，有啲騙徒啦就去假扮受害人嘅上司啦，咁利用翻佢上司嘅聲線咧，咁就叫一啲受害人去賺錢。咁如果用 Deepfake 嘅技術啦，詐騙銀行去批一啲帳戶俾你啊，或者批一啲借貸俾你嘅時候咧，咁就有機會牽涉到欺詐罪㗎啦。佢提醒呢一類技術都可能涉及侵犯私隱同埋版權等嘅罪行，市民切勿以身試法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樂軒報導。